喺人類歷史嘅深層記憶中，樹一直係神聖嘅象徵。從巴比倫嘅世界之樹，北歐神話中嘅尤克特拉希爾，到迦南嘅阿舍拉木柱，同希臘嘅聖林，樹喺古代宗教中常被視為生命、繁衍同宇宙嘅通道。呢啲象徵穿越文明同語言，最終竟披上咗聖誕嘅外衣，走入今日自稱基督教信仰者嘅家庭之中。耶利米書第10章嘅警告如暮鼓晨鐘，外邦人的風俗是虛空的，他們在樹林中砍伐一棵樹，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，用金銀裝飾，用釘子和錘子釘穩，使它不動搖。喺呢段經文中，先知直指一種古老嘅偶像製作同裝飾行為，正同今日聖誕樹嘅裝飾儀式驚人地雷同。人砍伐樹木，用閃爍嘅金銀裝點，再喺佢嘅下面擺放禮物，甚至跪拜、歌唱，彷彿整個家庭嘅喜悅同團圓嘅核心，就圍繞喺呢棵無聲的神像之上。聖誕樹原初並唔係基督教信仰嘅象徵，佢嘅起源可以追溯至北歐同日耳曼嘅冬至儀式。當時嘅人相信常綠樹具有驅逐邪靈、召喚陽光嘅神力。隨住時間演變，教會為咗吸納異教徒，將呢啲習俗基督化，卻未曾拆解其中偶像崇拜嘅本質。呢個會唔會正係嗰條古蛇嘅計謀，令信仰之民喺聖誕嘅名義下重演伊甸園嘅墮落？樹與蛇再次同框，但呢一次蛇不必開口，因為人早已甘心自陷。而我哋教導孩子嘅係啲咩？當佢哋喺燈光閃爍嘅樹下祈求禮物，唱住歌頌枝條嘅美麗，咁樣係一種讚美定係膜拜？係對創造主嘅敬拜，定係對受造物嘅崇拜？聖誕節嘅中心，若果唔再係紀念道成肉身嘅真理，而係聚焦於一棵裝飾華麗、充滿物質象徵嘅樹，咁樣我哋所承襲嘅唔係信仰，而係遺傳的謊言。你以為是在歡慶生命之光，卻不知早已跪在偶像腳下。